各位，上集講到努爾哈赤死咗，由佢個仔皇太極繼位。今日續講。皇太極咧都係一個出類拔萃嘅人物嚟嘅，不過佢唔係幾好彩喺滿清最艱苦嘅時候上任。呢個時候滿清啱啱打敗仗，五勞七傷，經濟又好差。佢哋啲特產好似人參啊、貂皮啊呢啲呢，就向來賣俾明朝啲漢人嘅。而家因為同明朝打仗呢，就冇咗呢個市場噶啦。更大鑊嘅係當時遼東發生饑荒，佢哋自己都好唔掂啊，點打仗啊？佢開始呢就想同明朝講和，而喺袁崇煥呢方面呢，亦都有困難。所謂殺敵1000，自損800，表面上打贏咗，其實一樣傷到入肉嘅。佢手頭嘅軍隊呢，已經由1萬人增加到6萬，軍費開支好大。偏偏呢個時候嘅明朝呢，又中意拖糧，啲軍人冇糧出就士氣低落，要訓練佢哋呢就好困難。即係話而家袁崇煥呢，新兵就多，精兵就少。所以唔係淨係皇太極想講和啊，袁崇煥都想，於是咧大家就締結咗和約啦。但係和約背後就各懷鬼胎啦。其實大家都係為咗第時再打做準備嘅啫。首先就係皇太極去攻打朝鮮，不唔係話饑荒咁咩，仲打朝鮮有原因嘅。各位你要明白啊，滿洲人嘅國力咧係靠搶去建立嘅，靠搶嘅。佢哋唔同漢族咁可以耕田自給自足啊嘛。佢哋除咗一啲遼東特產可以要嚟同人貿易之外咧，就冇乜料到噶啦。於是咧，佢哋咧就恃住惡就去靠搶錢啊，搶糧食啊，搶雜貨啊，搶黃金啊，靠搶嚟養自己。佢哋打明朝咧，無非就係想搶嘢嘅啫。而家嚼唔落明朝，就去嚼朝鮮。朝鮮係一個弱國，打朝鮮咧實食冇黐牙嘅。另一方面，袁崇煥咧都做緊準備啦，加緊訓練軍隊啊，起城牆啊等等。即係話大家其實都係一個劍拔弩張嘅備戰狀態，就好似今日咧嘅中美貿易戰，表面講和，其實背後咧就各自做嘢，唔係咩啊？袁崇煥用佢嘅精神力量咧感召咗啲下屬，佢拍心口應承幫佢哋追糧，一隊精兵咧就咁慢慢建立起上嚟啦。嗰頭皇太極亦都有進展，佢打朝鮮打咗幾場勝仗，朝鮮又割地又賠款，滿清嘅國力咧又慢慢培養翻起上嚟。呢個民族咧就好似日本人咁，永遠當中國好似一嚿肥豬肉咁咬住唔放嘅。冇幾耐咧，佢哋咧就發兵進攻寧遠同錦州，又係一場大戰啊！呢次嘅慘烈程度咧，更甚於上次打努爾哈赤。袁崇煥咧一開始就打錯戰術啦，而家佢嘅部隊壯大咗，佢個心就紅咗。上次打努爾哈赤咧喺城樓度死守，呢次咧佢打出擊，袁崇煥咧就坐喺個城樓上邊指揮。滿清部隊講聲多謝啦，佢哋就係想你出嚟打野戰，佢哋冇得輸嘅。果然啊，袁家軍好快就潰敗，袁崇煥大聲屌喇媽都冇用，於是退翻入城死守。咁守就得啦，袁家軍始終着數就有11磚大炮，再配合一個萬箭穿心陣。所謂萬箭穿心陣呢，即係全軍幾萬人幾萬支箭咁射出去。皇太極2個仔同幾個主將呢，中箭受咗重傷。皇太極見死得人多呢，就唯有撤退啦。呢一役就係歷史上有名嘅靈感大捷。靈感大捷呢，同上次寧遠大捷呢，只不過相差1年零4個月啫。即係話只係1年多啲，袁崇煥已經打咗2場大勝仗。滿清人呢就想唔元氣大傷都好難啊！但係神奇嘅係咧，袁崇煥又冇得到重賞，只係官職上咧微微升咗1級。點解會咁咧？又係魏忠賢條仆街玩嘢咯。佢素來唔中意袁崇煥嘅。袁崇煥雖然同佢起過生詞，
但係袁崇煥呢就唔肯攞啲軍費出嚟賄賂佢啊嘛，所以袁崇煥打咗咁大嘅勝仗冇功勞，嗰啲冇做嘢但係識得擦鞋嘅人呢就升官發財。理由係話呢場戰役呢係靠佢哋喺京師度呢運籌帷幄嘅，連阿魏忠賢有個親戚嘅 BB 咧都封咗做伯爵，好笑過周星馳喜劇嘅。唔止咁，魏忠賢又指使一個御史彈劾袁崇煥放咗皇太極走，等於放虎歸山咁話。其實袁崇煥梗係有苦衷啦，明朝軍隊宜守不宜攻啊嘛，打野戰根本打唔過清兵，打得走皇太極已經好難得啦，何況袁家軍傷亡都好慘重咧，仲點會追擊呢？估唔到咁樣都俾人督背脊，袁崇煥心都灰晒，佢遞辭職信話自己有病，魏忠賢衰到咧即刻批准咗。袁崇煥懷住一個悲憤嘅心情返鄉下啦。以前東莞仲未有咁發達嘅色情事業嚟噶嘛，佢心情極度抑鬱，以後就喺鄉下耕田啦。不過佢嘅貴人冇幾耐又出現，呢個人就係崇禎皇帝啦。佢同崇禎皇帝嘅關係咧係錯綜複雜嘅。崇禎一上場咧就殺咗魏忠賢，將袁崇煥喺鄉下度抄翻出嚟。但係成也崇禎，敗也崇禎。袁崇煥同崇禎咧係矛盾重重嘅，重用袁崇煥嘅係崇禎，最後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嘅又係崇禎。咁袁崇煥做咩同崇禎有咁大過唔去啊？就係內帑問題啦。所謂內帑就係皇帝嘅私己錢。袁崇煥要攞皇帝嘅私己錢，點會冇矛盾呢？嗱，成件事嘅起因呢，就係朝廷冇錢出糧俾啲部隊，袁崇煥重新翻到上前線，第一件事就係要面對啲部隊罷工。嗱，點解搞成咁呢？一個原因就係貪官太多，啲錢俾啲貪官貪晒去，啲貪官就好有錢，啲軍隊就好冇錢。當時嘅明朝呢，係一個外強中乾嘅古老大國，袁崇煥啲手下已經4個月冇出糧啦。佢上書朝廷追咗幾次冇人睬佢，於是佢就直接上書俾皇帝要求發內帑。袁崇煥之所以咁做係因為佢知道崇禎有好多錢，直頭係富可敵國。崇禎啲錢喺邊度嚟啊？佢聽啲大臣講話，而家國庫空虛，要向人民加稅，啲人民生活已經唔好啦，仲成日俾稅局追稅，慘到嘔。崇禎咧就手刮呢啲錢咧嚟做自己嘅私己錢。其實做皇帝嘅食好嘅、着好嘅、住好嘅、衣食住行，全部國家俾錢，仲要咁多錢做咩呢？但係歷史上偏偏都有好多呢啲皇帝嘅，佢哋攬住好多錢落嚟鑒賞嘅啫，用個燙斗嚟燙到佢靚靚仔仔，冇晒皺紋，永遠洗唔到，鑒賞到死為止。崇禎就係呢種。而家袁崇煥問佢攞錢，佢真係好肉赤。佢開始發覺袁崇煥嘅存在對佢嚟講係一種威脅。不過佢仍然要指意袁崇煥守邊關，唯有忍佢。但係忍還忍，錢照舊唔出。袁崇煥啲軍隊咧係依然冇糧出嘅。咁喺呢種情況底下咧，佢根本指揮唔到啲部屬啊！幾個月冇寄錢翻屋企俾你都唔開工啦，係嘛？袁崇煥焗住又繼續同皇太極講和，咁崇禎呢個心又有啲硬住，佢係一個好性急嘅人嘅，一直都望袁崇煥快啲剿滅滿清。點知而家袁崇煥呢就好似喺度韜光養晦咁。不過佢仍然忍，不但忍，仲升咗袁崇煥職，令到袁崇煥嘅權力又大咗。仲開始出糧俾袁家軍，點知佢做咗咁多嘢，冇幾耐袁崇煥又做咗一件傷感情嘅事。呢件事就係殺毛文龍事件。毛文龍係邊個呢？佢本來係守遼東嘅一個大將嚟嘅。當日遼東咧俾人攻陷咗，佢又帶咗班兵咧去皮島打游擊。皮島嘅位置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喺鴨綠江東邊。同朝鮮咧係隔一條河嘅啫，咁佢個皮島個位置咧可以隨時攻打滿清嘅後方嘅，
即係話如果毛文龍肯合作呢，明朝可以前後夾擊滿清嘅。但係毛文龍呢，睬你都傻啦，佢聲稱去打游擊，其實佢擁兵自重，做咗一個大軍閥。咁佢係一個好有生意頭腦嘅人嚟嘅，靠住皮島嘅特殊環境去揾錢。啲船經過皮島，佢收人通行稅，咪即係收保護費咯，好有幫會 feel 啊！又派人去遼東同朝鮮挖人參，朝鮮當時係一個弱國，唔敢阻止佢，於是咧佢就賣人參賣到豬籠入水，類似今時今日啲大藥廠賣維他命丸。嗱，除咗人參咧，佢又向朝鮮咧要糧食，理由係佢可以保護朝鮮唔俾滿清人入侵，咪又係收保護費咯。咁朝鮮怕死啊，唯有俾佢打劫。佢揾到錢啦，但係咧佢又向朝廷要糧餉，理由係佢都係明朝嘅將領，隨時可以對付滿清咁話。咁朝廷見到佢咁重要，就甘心發糧餉俾佢，於是咧佢又左右逢源。咁佢發咗達，更加唔想打仗啦。靈感大捷嗰陣，袁崇煥打清兵打到筋疲力盡，佢作為明朝嘅將領，竟然咧唔出兵幫手啊！其實佢肯出兵咧，滿清人咧就玩殘咗噶啦，邊使袁崇煥打得咁辛苦啫？所以袁崇煥咧係唔妥呢條友嘅。咁以前咧袁崇煥管唔到佢，而家咧袁崇煥升咗職啦，權力大咗啦，就決心對付呢條友。袁崇煥約毛文龍喺一個叫做島山嘅小島講數。嗱，約島山咧都有啲巧妙嘅，大家都知道咧對方唔妥嘅啦。咁佢島山咧係一個中立地點，喺袁崇煥嘅根據地寧遠同毛文龍嘅根據地皮島嘅中間，大家都帶咗人去晒馬，但係兩個人傾咗3日3夜，終於談判破裂。咁點解呢？咁袁崇煥咧要求選一個文官去毛文龍嘅軍隊做監軍。嗱，喺呢度要講下明朝政治咧有一個特色嘅，就係重文輕武。皇帝中意用文官去管理軍隊嘅。嗱，袁崇煥係進士，孫承宗係大學士，兩個文人帶兵打滿清，近乎外行指揮內行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明朝皇帝由朱元璋開始咧，已經唔信武將噶啦，尤其是嗰啲功高蓋主嘅武將。咁呢啲人有軍隊做班底，隨時作反，所以明朝中意用文官去帶兵。不過又話得說回來咯，表面上好似外行管內行，其實有成功嘅例子噶噃。咁袁崇煥咪係咯，孫承宗都係。但係而家袁崇煥咁樣提出，咪即係奪毛文龍嘅權。咁袁崇煥過分到甚至要求呢個糧餉呢，就要由佢嘅根據地寧遠支付，即係話以後朝廷發出嘅薪水呢，都去咗袁崇煥手上。毛文龍冇錢過手，咁佢只係一個傀儡嚟嘅啫。你叫佢點啃得落？大家談判破裂，袁崇煥即刻做嘢，就叫自己啲部隊制服毛文龍嘅部隊。袁家軍只用好短嘅時間就控制咗形勢噶啦。咁毛文龍嘅手下唔係冇反抗啊，但係佢哋已經好耐冇打仗啦，同打慣仗嘅袁家軍邊有得打啫？好快就投咗降。袁崇煥將佢把皇帝御賜嘅尚方寶劍拎咗出嚟，交俾個副將，就由副將咧就咁斬殺咗毛文龍。消息傳到去崇禎嗰度，話佢真係嬲到震。袁崇煥殺毛文龍事先冇請示過佢，而且毛文龍其實係佢器重嘅人嚟嘅。毛文龍有實力噶嘛？崇禎認為當時滿朝文武百官可以抗征嘅，除咗袁崇煥就係毛文龍，尤其是毛文龍佔據咗皮島呢個咁重要嘅戰略位置，隨時可以牽制清兵嘅大後方。而家袁崇煥殺咗佢，以後就得袁崇煥一個人可以打滿清，以後就要睇袁崇煥面色做人。做皇帝做成咁啊，真係冇咩意思噶。嗱，而家崇禎嘅內心咧，對袁崇煥嘅怨毒已經好深。佢同袁崇煥嘅衝突似乎已經一觸即發，可能因為咁，
朝廷又是冇出糧俾袁家軍啦，袁崇煥又是要向朝廷追錢。皇太極睇到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時機，佢已經等咗好耐啊！崇禎2年嘅年頭，佢又是帶兵攻打明朝啦。嗱，下一集我會講到袁崇煥同皇太極嘅第2次大戰，崇禎皇帝點樣同袁崇煥正面衝突，以至崇禎皇帝點樣將袁崇煥凌遲處死。嗱，下一集會講，請各位繼續收聽收睇，多謝各位。